高有人讲马高，唔单止是得拿来铺路，还是得拿来挖土。当美高画家邱锡云因为佢中意纠纷，按到变化有过相应嘅建设。26年前，替纠纷买一间屋做工作室，纠纷嗰位落意，嗰度居民如果替福当空个当美高来防疫。本单系画漫画油画嘅邱锡云，农民都讲拿当美高来画图看下身，按贴拍的想法也比简历白贴拍的风格。邱锡云用当美高画下为老纠纷嘅黄金岁月，老空宫嘅江上爱写，也记录嘅台湾宋朝嘅上面文化，为历史留下见证。这个是我画油画的那个调色刀，调色刀也可以用哈。调色刀刮起烧炉炉嘅马家，地发布行画出自然流畅嘅线条，粗如长短，常用办法中用办法。用下班发布行就看到这只虾骨，从硬生生嘅容额，立体强到冇焦肉，都有生命力。因为柏油它本身它不是黑色的，它是一种密度很高的咖啡色。那我们用容器把它弄出来以后，你看我们在这里擦，这个是它本来的颜色。然后我们的深浅都是可以从这里来。柏油它是特线哈，它是碰到空气就开始凝固，它是一种流动的，很难控制。那要怎么样去控制它的那个不确定的那种流动哈？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说将错就错，不然没办法改哦，它一下去就已经固定了。邱锡云本单画油画、漫画，因为好纠纷嘅关系来到两山上，高高大大嘅五个，动动变化嘅景色，为画家带来异度嘅挑战、老自容。纠纷下会落水，见面冲头地不当个马家来风水，按样大部邱锡云就来灵感。有一次他们就是不小心滴下来，在马路上这样弄，还有我就发现那个线条很漂亮，然后我说也许这个可以画画。后来我就向他们要了一碗。不过马家总讲系用来大陆，冇处用地不当行，去嘅跳下马，发现马家眼是唔辣，都唔会用睇。所以佢参考嚟法官博士，自家咪坚持将簽到解決嘅方法。邱锡云認為材料係硬方面嘅，加這種材料就係加這條路。绘画一个终极的一个追求就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嘛。我过去年轻的时候画漫画画了很久哈，所以我对线条的掌握就比较把握。你看这个线条是越高它就越细，只有一个工具来画画哈。越高越细，越低就越粗，就是这样在控制哈。用扮抽象嘅方式呈現，條條留拍，留下就掉想象空間。兩部糾紛空公工作嘅圖，出現嚟露跳擺大金礦嘅見性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几乎整个脸只看到2个眼睛，还有这个帽子哦是黄色的，这个有个灯。那这一些矿砂石头再打出来以后再去提炼。老糾紛嘅想法情況，就從倒轉到面頭前，本應想起解談黃金歲月。我聽老礦工他們講哈，他們出來的時候，幾乎這個都是還要提煉嘛。其實，在9份他們可以挖到一整塊的黃金，他們都藏起來這樣子，到做私房錢了。選片顯然選挑嘅實段呢，係糾紛最具代表性嘅素材。邱锡云用將嘅色彩，當有嘅畫法，佢留下兩年前引發嘅鬧熱現象，未為糾紛留下見證。把9份的過去的一些文化藝術，把它凸顯出來，不然我們很擔心9份變成夜市啊。
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很悲哀，因为就真的会变成悲情城市，时代都在改变。我希望我用我的话把它保留下来，我想这是一种历史见证了。除了9份内地，休息圈嘅以童年内地，共领路跳摆嘅史推故事，跳板今集嘅分产烟台，苗片後做一個鬧嘅現象，看到像你會想起乜嘅東西中啊？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小時候最期待、最大的享受。這個是賣豆花啊，就賣豆花哈，那都是用人挑到那個小街上，然後叫賣，然後那媽媽他們就買到就坐在那邊吃啊。我想一個畫家應該要記錄的是他活的這一段時間，從小到老，把這一些記憶，把一些變化的，用我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。從化州出現史推記憶，從馬家建的風格，該歷史莫古無客人反對，堅持自己的理想，休息圈嘅馬家話，列下世界有名。我爸爸講了一句話，他說：畫圖無前途啦，藝術家困頭卡。這表示當初他們就是這樣，不能當飯吃啊。後來我就畫漫畫，漫畫就有稿費嘛，所以我用漫畫的稿費來養我的油畫，養我的柏油畫，這樣子。用漫畫手法，用緊馬家特別嘅表現方式，休息圈嘅馬家話，留下上面文化嘅記憶，佢留下台灣土地嘅變遷，留風土民情，看到話會想起跳過嘅隻史推嘅美好。以上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抄資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為促導發發休耕地，農委會修改嘅30年來嘅休耕補助方式，按算102到105年24年之間，要優先鼓勵水田4月冬同10月冬如休耕嘅5萬公頃農地來復耕，同時明年正月嘅6月實施嘅，引起許多農民嘅受利同反彈。下禮拜六向下嚟了解休耕政策嘅變化，韓國帶來嘅多種問題，我哋再會。